各位網友，今集咧就想講下咧外星人眼中嘅 UFO， 佛弟子穆建連嘅星際之旅啊！美國白宮最近咪披露咗有關外星人啊 UFO 嘅檔案嘅，呢啲檔案應該陸續有來。以前嘅 UFO 咧係道聽途說啫嘛，而家係官方解密公佈。咁可信性非常之高啦。外星人咧睇樣就呼之欲出。其實宇宙咁浩瀚，有外星人係絕不為奇，反而冇外星人先至係奇。試想下無邊無際嘅宇宙，有乜理由淨係得地球有高等生物嘅啫？係咪 ？UFO 事件咧就係外星人探測地球啊！咁而家我講嘅咧就係地球人如何探測外星嘅故事。先講佛教嘅宇宙觀。佛教向來咧主張宇宙係無盡，眾生無盡。佛教嘅宇宙觀係講3000大千世界。根據俱舍論啊、阿含經、華嚴經以上經典所講。佛教所講嘅宇宙觀係3000大千世界。佛經將一個日月系，即係一個太陽、一個月亮，同埋其他運行嘅星體咧，稱為一個小受世界，即係我哋嘅太陽系啦。1000個小世界就係一個小千世界，1000個小千世界就係一個中千世界。1000個中千世界咧就係一個大千世界。宇宙有無數咁多嘅小世界組合成大千世界。一個大千世界總共包含咗1000自乘3次咁多個小世界。自乘3次，所以又叫做3000大千世界。宇宙無盡，眾生無盡，咁難免會有交流啦。以下就係一個佛弟子穆建連佢嘅星際之旅。穆建連咧係號稱神通第一，佢上天入地無所不能。咁佢當然可以探索宇宙啦。不過穆建連最初嘅目的咧就唔係探索宇宙，佢其實係想測試佛嘅法音可以去到幾遠。話說有一日咧，佛喺為大眾說法。法音咧就個個聽得好受用啦。呢個時候穆建連就諗，佛法音係遍佈十方，咁到底佢嘅聲音可以去到幾遠咧？念頭一起咧，咁穆建連即刻運用神通力，沿住佛嘅聲音一路飛，有咁遠飛咁遠，飛咗好耐，一直飛過咗無量咁多個千億萬個世界，咁先至稍作休息。呢個時候咧，尊者再聽下佛嘅聲音仲喺唔喺度，但係佢依然聽到佛嘅聲音，冇差別，就好似身邊一樣。佢係咁飛，係咁飛，飛到一個叫做光明翻世界。呢個世界有個佛叫做光明王如來。呢個佛身長40里，菩薩身長20里。裝食物嘅飯缽咧都有1里咁高，咁相比之下，穆建連就當然係身軀好細粒啦，見成粒嘢咁。呢個時候，光明王如來咧就同佢嘅菩薩弟子度食緊飯，穆建連尊者就坐喺一個飯缽度休息啦，坐喺飯缽嘅邊緣度啊。卒之有個菩薩就發現咗穆建連啊，佢話：咦，點解有粒嘢坐咗喺我個飯缽邊嘅？好奇怪喎！呢隻嘢咁嘅，從來未見過喎。咁佢就問佛啦：世尊，我飯缽邊有條人頭蟲，好古怪嘅，仲有佢識着袈裟添喎，着住件袈裟咁嘅，古靈精怪，喺邊度嚟㗎？光明王如來就對嗰啲弟子話：大家唔好睇輕佢啊！東方無量億佛土嗰度咧，有個佛。係叫釋迦牟尼，呢個人就係釋迦牟尼嘅聲聞弟子，佢係神通第一嘅穆建連。
光明王如來就問目犍連啦：喂，我國土嘅弟子見到你好細粒，就輕視你喎。你用佛嘅威神力展現下你嘅神通啊！目犍連尊者就對光明王如來話啦：我想喺度打坐，可唔可以俾我打坐呢？佛就答：你想點就點啦。於是目犍連咧就跳上虛空，就幾億尺，就喺個虛空度咧就變化咗個寶座出嚟啊！咁就喺呢個寶座上面打坐，就展現神通啦，變出無量咁多嘅珍寶啊，放大光明啊咁啊，又變咗好多香花。而釋迦如來咧就坐喺蓮花之上，宣説緊佢嘅法音。目犍連尊者顯現神通之後咧，又跳翻落嚟。咁啊睇到光明王如來嘅弟子咧，就歎為觀止啦。咁呢啲弟子就覺得好奇怪㗎，世尊，點解目犍連尊者會嚟到我哋呢度嘅？光明王如來就話啦：佢想測試下釋迦如來佢嘅音聲啊嘛，睇下佢嘅發音去到幾遠啊嘛，咁咪一路嚟到呢度咯。光明王如來就對目犍連話啦：喂，你唔應該咁做啊！佛嘅發音無邊際無遠近，你用神通點飛都好啦，都唔能夠測試到佛音聲嘅界線。目犍連尊者就懺悔啦，係啊，佛發音無遠弗屆嘅，我唔應該妄自測度。咁跟住光明王如來就話啦：嗱，你已經飛過咗99江河沙咁多個諸佛世界啊，你嚟到呢度相距99江河沙咁多個諸佛世界。咁目犍連就話啦：夠晒遠啦，而家我好攰啊，我冇力翻去。光明王如來就話啦：你如果想用自己嘅神通力翻去咧，就算你翻得到去，釋迦牟尼都入滅咗啦，好耐噶啦。你唔好以為你係用自己嘅神通力嚟到呢個世界，其實係你靠住釋迦牟尼佢嘅威神力嚟到呢度。依家你想翻去咧，就應該向釋迦如來作歸命禮。目犍連，你係從邊個方向嚟㗎？東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？目犍連就話：我依家唔知道方位啊，依家亂晒大龍，我覺得非常迷茫啊，蕩失路啦。我又唔知呢個國土係咩方向，我又唔知自己本國個國土係咩方向。光明王如來就話啦：你本國嘅釋迦如來咧，係依家喺東方。於是目犍連咧就向釋迦如來咧嘅東方咧合掌念誦歸命禮讚。咁釋迦牟尼嗰邊啦，佢同啲弟子喺靈鷲山度説緊法啊嘛。咁嗰啲弟子咧就聽到目犍連把聲喺度念緊歸命禮讚，又覺得好不可思議啦。阿難尊者就問佛：邊個喺度向佛念誦歸命禮讚啊？佛就話俾阿難尊者聽啦，係長老目犍連啊嘛。佢而家喺西方啊，佢其實嚟呢度99江河沙國土啊，佢喺光明王如來嗰度，佢喺嗰個國土度想翻嚟，所以咪念誦歸命禮讚咯。阿難尊者就問：目犍連點解會走咗去嗰度嘅？佛就答啦：佢翻嚟你自己問佢咯。呢個時候咧，就大家都想見目犍連尊者所在嘅光明翻世界同埋光明王如來，想睇下點。咁釋迦牟尼知道大家嘅心意啦，咁佢即刻放大光明，照遍咗99江河沙諸佛世界，咁照到去光明翻國土，在場嘅人個個都見到啦。咁目犍連見到呢個景象咧，就即刻伏地頂禮啦。咁釋迦牟尼就話俾目犍連聽：目犍連，你而家就乘住呢度光明翻嚟我呢度咧。於是尊者咧就順住佛嘅光明咧，就好短時間就翻到去本國啦。目犍連尊者就喺佛前懺悔啦。佢話：佛嘅發音係唔可以限量嘅，我去到幾遠都好啦，我都聽到佛嘅聲音係恰到好處，好似就喺我身邊咁樣，一啲都唔覺得遠，無邊無際。
咁釋迦牟尼就話啦，想知道佛嘅法音嘅遠近，就好似想喺虛空度揾到邊際一樣。目犍連就懺悔啦，我應該咁樣測試如來啊，係唔啱嘅咁樣。咁啊呢個故事講出兩點啦。第一，喺佛嘅世界裏邊咧，宇宙係無邊無盡嘅，眾生亦都係無窮無盡嘅。第二，佛嘅法音係無遠弗屆、無邊無際。咁呢個宇宙無邊、眾生無盡呢個觀點咧，同現代科學、現代嘅科學係極之吻合。好，多謝各位。